不要冲动，不要冲动。你是？我是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啊！谁？傅姿怡。傅姿怡，想起来了哈！哦，国小你还写过情书给我呢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忘记我30年了也不算快啊，而且事隔多年，我觉得你变得好正。这是哇，你结婚啦？女儿都这么大了，长得真漂亮。她不是我的女儿，而且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生小孩。那她是我是他的女朋友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哦，你们两个郎才女貌，很配，很配。那个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哈。你长得真的很漂亮，下次同学会一起来啊， Okay. 一起来。我先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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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污染环境的公害。我刚才看她第一眼，我想叫她一声阿姨，你知道吗？你好坏哦！哎，可是她是你的初恋女友。你更坏，你不要。带我去哪里？摩天轮。不如出车飞轮吧。哎呦，怎么啦？都已经出来了，还这样？想赶快请检出国，很烦呢。那你钱够了没？应该这一两天就有消息。哈？我原本还想说下次出国要找你哎，现在要少一个人了啦。我问看你状况。喂，我贝安娜，我是想问上次的投资状况，怎么都还没有消息啊？哈？什么？好，我们都没填好了。好，约哪里？拜拜。怎么样？不知道，刚问他投资状况，他说不出来。我当面问他好了。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啊？不用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我先走了。哦。又没有付钱。哈！我靠，这太离谱了啦！你要不要去验一下 DNA？ 搞不好她是你女儿。我拜托，怎么可能啊？怎么不可能？都已经发展成这个样子，她现在就算说她是你女儿，我都不会觉得惊讶。所以我才来找你帮我想办法。兄弟，你老实说，你跟他妈有没有？我跟他妈妈只是单纯的谈恋爱，我没有跟他妈妈上床。你说没有就没有吗？都以前这么久的事情，你怎么证明啊？所以我才来找你嘛。不然这样吧，叫他去问他爸。我是有想过这个办法，可是你不觉得为了这种事特地跑到加拿大很奇怪吗？都20几年前的事情，这怎么证明嘛？你哦，跟他真的是孽缘啊！我们也没有想到过是这样的状况啊，贝小姐，你的钱没有不见啊，过一阵子一定可以回到原点。可你就告诉我，这一个礼拜我可以赚到200万呢？我也没有料想到有地震啊，高报酬高风险，那个投资地区完全不行。好，那你告诉我的钱什么时候才可以回来？
大概半年到1年才有可能回到你当初投资金额的1/3。你不用担心啦，你的钱又没有不见，不要想太多了，放心。今天试的怎么样啊？我觉得我很有机会，导演也说我很有机会。你看哦，如果这部戏中的话，我就成功嘞！你每一次都跟我说很有机会，每一次隔天就哭着跟我说，导演只是想跟我上床。没有，这一次真的很有机会。而且我跟你讲啊，那一天我一演完，所有的人全部愣住，因为我演得太好了。哦，这么爱演戏，我怎么现在才发现？太晚发现。你干嘛不说话？干嘛一直看着我？没有啊。你等等会不会想去那里啊？你不要每次一见面就想要做那件事情，好不好？你想聊天早点讲嘛。大叔哥，今天谢谢你，我好久没有玩这么开心了。不用客气，以后你想去哪里玩，你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找我，我随时都可以带你去的。好啊。那我先走了。晚安。我下车喽。晚安。我先走喽。晚安。小心开车哦。你怎么在这？刚刚车里面是谁？不关你的事。你心虚什么？你也太快变心了吧？这不关你的事。我知道是我错了，我真的很爱你，你可以不要这个样子啊！我们已经不可能了，我心里面再也没有办法有这么多复杂事情了。你好好照顾自己。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不要这样啦，贝安，有事情我们可以一起解决啊。对啊，我们一起来帮你想办法。谢谢你们陪我。不然这样好了，我把我的钱都借你，我这里好像还有10几20万吧。哦，我已经跟我妈讲了，我们两个加起来应该30几块40万吧。不行，我欠的钱太多了。谢谢你们，我自己会想办法。你真的 OK 吗？想哭就哭出来吧，我们今天晚上陪你。不醉不归。来喝一下，没事啦。不要难过，我们陪你啊。哦。
看完了吗？看完了。所以你有兴趣演出吗？你们预计什么时候开拍啊？最快的话下个月吧。下个月。老实跟你说，其实上个礼拜我有去试另外一出戏，导演是于哥哎，而且开拍时间跟你们差不多，所以你已经跟他们签约了？是没有啦。可是他们也没有回我啊，我想等等看消息。我们导演罗哥名气不比于哥差，很多人抢着要拍，你还挑呢？我没有那个意思啦，我知道我不够红，还没有资格耍大牌，但我真的很喜欢于哥。所以我没有办法现在回复你啦，对不起。好吧，你再想看看好了。那脚本我先收回去了。小熊啊，不是跟你讲过几次，你们早班吧台比较闲，就要把杯子通通检查干净。你看这上面口红印这么大一个，这种杯子不要说客人了，你敢喝吗？不敢啊。麻烦以后把它检查干净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我觉得下次再讲好不好？对啊，不然很少。你们两个干嘛？干什么？有事吗？没事啊，改天再讲。喂，话讲一半的，有事就赶快讲，拜托。对安存的钱，买股票赔光了。哈？赔光了？多少钱？好像500-600万哎，他都不讲。500-600万？那他不就疯掉了？对啊，我们也很担心他，所以想说，豆哥你可以帮帮他。我现在店里面1个月周转金也不小，现在那个杯子都洗不干净了，自身难保。你们觉得贝安他会不会想不开啊？讲什么乌鸦嘴？贝安他很坚强的好不好？好啦，只是我还是很担心他嘛。不然这样吧，这几天你们就多打电话给他，多跟他联络，知道吗？哦，还有这件事情你们3个知道就好，不要再告诉别人。贝安一定不希望人家知道。豆哥，记得帮他哦，发挥你的人脉。天哪，500-600万不是小数目。好了，我想办法了啊。